雅歌第6章。耶路撒冷的眾女子，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，你的良人往何處去了？你的良人轉向何處去了？我們好與你同去尋找他。新娘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園中，到香花畦，在園內牧放群羊，採百合花。我屬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屬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第5首。新郎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美麗如得撒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。求你調轉眼目不看我，因你的眼目使我驚亂。你的頭髮如同山羊群臥在基列山旁，你的牙齒如一群母羊，洗淨上來，個個都有雙生，沒有一隻喪掉子的。你的兩太陽在帕子內，如同一塊石榴，有60皇后80妃嬪，並有無數的童女。我的鴿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這一個是他母親獨生的，是生養他者所寶愛的。眾女子見了就稱他有福，皇后妃嬪見了也讚美他。那向外觀看如晨光發現，美麗如月亮，皎潔如日頭，威武如展開旌旗軍隊的是誰呢？我下入核桃園，要看谷中青綠的植物，要看葡萄發芽沒有，石榴開花沒有。不知不覺，我的心將我安置在我尊長的車中。耶路撒冷的眾女子，回來，回來，書拉密女，你回來，你回來，使我們得觀看你。新娘，你們為何要觀看書拉密女，像觀看瑪哈念跳舞的呢？